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弟兄姊妹，主內平安。今天是新年的第一个主日，今日係新一年第一個主日，很感恩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信息。好感恩有機會同大家分享信息。新一年的开始，新一年嘅開始，很多人呢会问一些很实际的问题，好多人會問一啲好實際嘅問題，例如今年神想要我做什么，例如今年神想我做乜嘢啦，或我今年的人生方向是什么？或者係我今年嘅人生方向係乜嘢啦？教会在新一年要有什么的计划，什么的突破？教會喺新一年要有乜嘢嘅計劃，有乜嘢突破呢？面對新一年，面對新一年，我们很自然的会焦急，想要做事情。我哋好自然就會去到着急去諗要做啲乜嘢事情，想知道前面會不會有新的轉機？想知道咧前面會唔會有一啲新嘅轉機？世界會不會好一點？世界會唔會好一啲？生活會不會有一些新的方向和有改變？生活會唔會有一啲新嘅方向同埋改變？如果我們回顧跟過去的一年，如果我哋回顧翻過去嘅一年，就會發現呢，就會發現咧，這個世界其實並不平靜，呢個世界其實並唔平靜，戰爭仍然持續，戰爭仍然繼續，好像俄烏的戰爭還沒有停止過，就好似俄烏戰爭就從來冇停止過。不同的地方有天災，也有人禍。不同嘅地方都有天災，亦都有人禍。我們聽見香港的火災，我哋聽見香港嘅火災，台灣的隨機殺人事件，台灣嘅隨機殺人事件，在美國也不斷傳來槍擊的消息。喺美國亦都不斷傳嚟槍擊嘅消息。在這樣的處境當中，喺咁樣嘅處境當中，我們很自然的會問神：我哋好自然嘅會問神：神啊，新的一年會不會有好轉呢？神啊，新嘅一年會唔會有好轉呢？神啊，你的國什麼時候才來到呢？神啊，你嘅國咩時候先嚟到呢？你什麼時候才復興這些地方？你乜嘢時候先會復興呢啲地方呢？弟兄姐妹，弟兄姊妹，其實這個問題一點也不陌生，其實呢個問題一啲都唔陌生，因為在使徒行傳的第一章裡面，因為喺使徒行傳嘅第一章裏面，門徒站在耶穌面前，門徒企喺耶穌面前，問的正正就是這樣的問題，問嘅正正就係咁樣嘅問題，正是在這樣的疑問裡面，正係喺咁樣嘅疑問裏邊，開始了使徒行傳的第一章，就開始咗使徒行傳嘅第一章。主耶穌沒有着急的給門徒一個時間表，主耶穌冇好着急咁樣俾門徒一個時間表，反而讓他們停下來，反而要佢哋停落嚟，不是先做什麼，唔係先做乜嘢，而是等候。而係等候。使徒行傳的一開始就提醒我們，使徒行傳一開始就提醒我哋，神的工作神嘅工作從來不是由計劃開始的，從來唔係由計劃開始，而是由等候開始。而係由等候開始。如果你翻開使徒行傳，如果你翻開使徒行傳，你會發現這不是一本單單講傳福音行動的一卷書，你會發現呢本唔係一本單單講傳福音行動嘅一卷聖經，而是記在一般人在動盪不確定之中，而係記載住一班人喺動盪唔確定嘅當中，如何被聖靈帶領，點樣被聖靈帶領，被神管理的群體，被神管理嘅群體，然後才開始福音的行動，然後先至開始福音嘅行動。今天呢，第一月的第一個主日，今日係1月嘅第一個主日，我就想邀請大家，我想邀請大家跟我一起回到使徒行傳的第一章，跟我翻到去使徒行傳嘅第一章，看看耶穌在升天之前，睇下耶穌喺升天之前，給門徒最後的吩咐是什麼？俾門徒最後嘅吩咐係啲乜嘢？耶穌最後的吩咐，耶穌最後嘅吩咐不是先出去，唔係先出去，而是先等候。而係先等候。在耶穌升天之前呢，喺耶穌升天之前咧，門徒只有最後一次機會去問問題、聽吩咐。門徒只有最後一個機會咧去問問題同埋聽吩咐。那耶穌最後的吩咐是什麼呢？咁耶穌最後嘅吩咐係乜嘢咧？很多人就會想到這一段的經文，好多人就會諗到呢一段嘅經文，在使徒行傳的1章8節，喺使徒行傳嘅1章8節這樣說：咁樣講，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着能力，你們就必得着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
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做我的見證。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我們很容易以為我哋好容易就以為耶穌最後的吩咐就是快點出去傳福音啦。耶穌最後嘅吩咐咧就係快啲出去傳福音啦。但如果我們仔細讀經，但如果我哋仔細啲去讀，就會發現耶穌真正的命令呢，就會發現耶穌真正嘅命令不是在第8節，而是在第4節。並唔係喺第8節，而係喺第4節。第4節，耶穌清楚地吩咐門徒。第4節，耶穌清楚嘅吩咐門徒。耶穌和他們聚集的時候，耶穌同佢哋聚集嘅時候，囑咐他們說：囑咐佢哋講，不要離開耶路撒冷，唔好離開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應許的。要等候父所應許嘅。那父所應許的是什麼呢？咁父所應許嘅係乜嘢呢？經文再繼續說下去，經文繼續講落去，就是你們聽見我說過的。就是你們聽見我說過的。約翰是用水施洗，約翰係用水施洗，但不多幾日，但不多幾日，你們要受聖靈的洗。你們要受聖靈嘅洗。耶穌叫門徒，耶穌叫門徒，就是等候聖靈。就係等候聖靈。耶穌很清楚知道門徒的光景，耶穌好清楚知道門徒嘅光景，他快要升天了，佢就嚟要升天啦，不能以肉身跟他們同在。唔可以再以肉身同佢哋同在啦。而這一班門徒，而呢班門徒咧，大多都是來自加利利，大部分都係嚟自加利利，來到這裡面對一個陌生的城市，嚟到呢度一個陌生嘅城市，一個未知的將來，一個未知嘅將來，他們都會有害怕，佢哋都會有害怕。所以耶穌就知道他們有這個害怕，所以耶穌一早就知道佢哋有呢個害怕，就是一早就為他們預備了聖靈的來到了。就一早咧為佢哋預備聖靈嚟到。所以在事工正式開始之前呢，所以喺事工開始之前，耶穌為他們預備的耶穌為佢哋預備嘅不是一個計劃書，唔係一本嘅計劃書，而是一個應許，而係一個應許，就是應許他們聖靈要來到。就係應許佢哋聖靈要嚟啦。如果沒有1章4節的等候呢，如果冇1章4節嘅等候，就不會有1章8節的能力。就唔會有1章8節嘅能力。等候聖靈，等候聖靈是神國度開始的方式，係神國度開始嘅方式。那我們為什麼要等候呢？咁我哋點解要等候呢？第一個原因呢，第一個原因就是神的國是屬靈的。就係神嘅國係屬靈嘅。就在這個時候，就喺呢個時候，門徒問了耶穌一個問題，門徒問咗耶穌一個問題，他說：主啊，佢話主啊，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個時候嗎？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個時候嗎？其實這是不是他們第一次問這個問題了？其實呢個已經唔係佢哋第一次問呢個問題㗎啦。在福音書裡面，喺福音書裏邊，門徒已經多次問過，門徒已經好多次問過，什麼時候係咩時候會有什麼預兆？會有乜嘢嘅預兆呢？而耶穌回答的一直都很清楚。而耶穌回答嘅一直都好清楚。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只有父知道。只有父知道。這一次耶穌更加清楚地指出，呢一次耶穌更加清楚嘅指出，父憑着自己的權柄所定的時候日期，父憑自己嘅權柄所定嘅時候日期，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唔係你哋可以知道嘅。為什麼門徒會這樣問這些問題呢？點解門徒會咁樣問呢啲問題呢？因為在他們的想法裡面，因為喺佢哋嘅想法裏邊咧，就想如果聖靈將要來臨啦，就係因為如果聖靈咧要嚟嘅話，這不表示神的國也快要來臨嗎？咁唔係表示神嘅國都快要嚟啦咩？而他們就誤解了神的國，咁佢哋就誤解咗神嘅國啦。因為他們以為神的國是會復興啊。因為佢哋認為咧神嘅國係要復興啊。第一個誤解就是復興這個問題。第一個誤解咧就係復興呢個問題。他們期待的是一個政治權力的復興。佢哋期待緊嘅係一個政治權力嘅復興。第二個被誤解的就是以色列。第二個被誤解嘅就係以色列。他們是期待一個國家的復國。佢哋係期待一個國家嘅復國。他們期待的是一個民族性的國度的復興。佢哋期待緊嘅係一種民族性嘅國度嘅復興。
第三個誤解呢？第三個誤解咧，就在這個時候嗎？就在這個時候嗎？他們想要掌握一個時間表，佢哋想掌握一個嘅時間表，就是神帶來的是不是一個國度的復興呢？就係神帶嚟嘅係咪一個國度嘅復興咧？而這個國度是不是很快就要被建立起來呢？而呢個國度係咪好快就會被建立起嚟咧？但耶穌要他們明白的，但係耶穌要佢哋明白嘅，神的國度不是一個可以在地圖上面找到的領土，神嘅國唔係一個可以喺地圖上面揾到嘅領土，也不是靠政治、軍事革命可以建立的，亦都唔係靠政治、軍事或者革命可以建立嘅。神的國，神嘅國是神對一群屬於他的人的管治，係神對一群屬於佢嘅人嘅管治。而這個管治，而呢個管治咧，是借着聖靈在人的生命當中建立起來的。係藉住聖靈喺人嘅生命裏邊去建立起嚟嘅。曾經有人這樣說，曾經有人咁樣講，神的國是由見證人去擴張，神嘅國係由見證人去擴張嘅，不是由士兵去擴展的。唔係由士兵去擴展嘅，它是借着和平的福音去建立的，佢係藉住和平嘅福音去建立，而不是由戰爭的宣告而建立。而唔係由戰爭嘅宣告去建立嘅。它是由聖靈的工作，佢係由聖靈嘅工作，而不是以武器的威力、而唔係以武器嘅威力、政治的手段、政治嘅手段，甚至革命去延展的。甚至革命去到延展嘅。神的國度的建立呢，神嘅國度嘅降臨咧，就是要我們擁有一個被神所管理的人生。就係要我哋擁有一個被神管理嘅人生。耶穌快要升天啦，耶穌快要升天啦，雖然身體不再與門徒同在啦，雖然身體唔再與門徒同在，但神卻賜下聖靈住在我們每一個信徒的生命當中。但係神卻賜下咧聖靈住喺我哋每個信徒嘅生命當中。所以今天聖靈就是住在我們的當中。所以今日咧聖靈就係住喺我哋嘅當中。我們都是被聖靈管理的一個生命。我哋都係俾聖靈管理嘅一個生命。這裡不是指一些靈恩所強調一些醫治的能力。呢度唔係指到咧靈恩常常強調嗰種聖靈醫治嘅能力，而是指着我們是要實踐一個被神管理的生命，而係指到咧我哋要有一個被神管理我哋嘅生命。當我們的生命被神管理，當我哋嘅生命被神管理，然後我們去見證他的時候，然後我哋去見證佢嘅時候咧，這個就是神的國了。呢個就係神嘅國啦。這個就是我們要等候聖靈的原因。呢個就係我哋要等候聖靈嘅原因。所以弟兄姐妹，所以弟兄姊妹，新一年，新一年，我們很容易有以下的心態。我哋好容易會有以下嘅心態。在一個動盪的時代裡面，喺一個動盪嘅時代裏邊，我們會問：我哋會問：今年神的國什麼時候才來到啊？今年神嘅國咩時候先嚟到啊？神，你會不會快點改變現在的環境啊？神，你會唔會快啲改變而家嘅現在嘅環境啊？但是耶穌提醒我們，但係耶穌提醒我哋，神首先要建立的，神首先要建立嘅，不是外在的環境，唔係外在嘅環境，而是我們生命的主權。而係我哋生命嘅主權。等候聖靈，等候聖靈並不是什麼都不做，並唔係乜嘢都唔做，而是承認我們是需要被神管理的。而係承認我哋需要被神去管理。那為什麼要等候的第二個原因是什麼呢？而點解要等候嘅第二個原因係啲乜嘢咧？神的國是普世性的，神嘅國係普世性嘅。門徒的問題呢？門徒嘅問題其實反映他們的眼光其實很狹窄，其實反映緊佢哋嘅眼光咧好狹窄，只是集中在以色列之中，淨係集中喺以色列嘅當中。但耶穌在第8節呢，但耶穌喺第8節就為他們打開一個很大的圖畫，就為佢哋打開一個好大嘅圖畫。他說福音是由耶路撒冷開始的，佢話福音係由耶路撒冷開始，所以耶穌吩咐門徒你要留在耶路撒冷所以等候，所以耶穌吩咐門徒要留喺耶路撒冷等候，然後福音要去到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然後福音要去到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然後直到地極，然後直到地極。這一節可以說是整本使徒行傳的目錄。呢
呢一節咧可以話係成本《使徒行傳》嘅目錄。前半部就是記載福音如何在耶路撒冷開展呢？前半部分咧記載住福音點樣喺耶路撒冷去展開，然後中段就會擴展到猶太地和撒瑪利亞。然後中段咧就會講到福音擴展到去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最後就會延展到整個外邦的世界。最後就會延展到去成個外邦嘅世界。所以神的國從來不是封閉的。所以神嘅國從來都唔係封閉嘅。耶穌就是要門徒去明白。耶穌就係要門徒去明白，福音不是只是停留在以色列的民族當中，福音唔只係停留喺以色列嘅呢個民族當中，而是要臨到所有的人，而係要臨到所有嘅人。在基督裡面呢，喺基督裏邊，種族背景、階級、性別、種族背景、階級、性別都不是隔閡來的，都唔係隔閡。等候聖靈呢？等候聖靈，等候聖靈呢？等候聖靈，不是要令教會停滯不前的，唔係要令教會停滯嘅，而是令我們的視野能夠被打開，而係要令我哋嘅視野被打開，看見神有更大的心意，睇到神有更大嘅心而意。這個心意就是福音也是要被傳到外邦的世界。而呢個心意咧，係福音要去到傳到去外邦嘅世界裏邊。那我們如何等候呢？咁我哋點樣等候咧？就是要同心合意，恆切禱告。就係要同心合意，恆切禱告。領受耶穌的吩咐之後，領受耶穌嘅吩咐之後咧，門徒並不是什麼都不做的。門徒並唔係乜都唔做嘅。在1章14節這樣說，喺《使徒行傳》1章14節咁樣講，這些人同着幾個婦人和耶穌的母親瑪利亞，這些人同着幾個婦人和耶穌的母親瑪利亞，並耶穌的兄弟，並耶穌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恆切禱告。都同心合意地恆切禱告。當時有多少人一起禱告呢？當其時有幾多人一齊祈禱呢？聖經裡面說有120個人，聖經入邊講有120個，當中當然包括這11個使徒。當中一定包括咗11位嘅使徒啦。路加還將他們的名字都列出來，路加仲將佢哋嘅名字都列出嚟，也特別的提到有婦女，有耶穌的母親瑪利亞，亦都特別提到咧有婦女，有耶穌嘅母親瑪利亞，也有耶穌的弟兄，亦都有耶穌嘅弟兄。這是一個群體的人一起的等候，呢個係一個嘅群體一齊嘅去等候，當中有120個人，當中有120個人同心合意，恆切禱告，同心合意咁樣恆切禱告。其實一點都不容易啊！其實一啲都唔容易嘅。同心合意是什麼意思呢？同心合意係乜嘢意思呢？同心合意呢，不是各自的禱告。同心合意咧，唔係各自嘅祈禱。神的國不是一個人的靈修，神嘅國唔係一個人嘅靈修，也不是一個人的禱告，亦都唔係一個人嘅祈禱，而是一個群體的生命。而係一個群體嘅生命。這裡的同心合意呢？呢度嘅同心合意呢，並不是指我們對每一件的事情想法要完全一樣，並唔係指到佢要每一件事上邊嘅諗法咧都完全一樣。聖經裡面所說的，聖經裏邊所講嘅，他並不要求我們每個人要站在同一個立場，佢唔係要求我哋每一個人咧都要企喺同一個立場，要有同一套意見，要有同一套嘅意見，而是指他們是在禱告的事情上面要得到共識，而係知道咧佢哋要喺禱告嘅事情上邊達到共識。這個就是同心的意思。呢個就係同心嘅意思。這個意思是要擁有同一個心智，呢個意思咧係要擁有同一個心智、同一個目的、同一個目的、同一個動力，同一個動力，一起的去禱告。一齊嘅去祈禱。他們可能有不同的背景，佢哋可能有唔同嘅背景，有不同的性格，唔同嘅性格，甚至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會有唔同嘅睇法，但在一件事上面是一致的。但係喺一件事上邊咧係一致嘅。這一件事就是一起的等候神，呢件事咧就係一齊嘅等候神，一起的尋求神的心意，一齊嘅去尋求神嘅心意。就好像有一班人一起的去爬山，
呢個咧就好似一班人一齊去到行山，有人是走得快，有啲人一行得快，有人走得慢，有人行得慢，有人爬得在前面，有人行喺前面，有人爬得很後，有啲人咧行喺後邊，但大家都是看着同一個山頂，但係大家都係望住同一個嘅山頂，朝住同一個方向去走的。望住同一個方向去行嘅。同心並不代表步伐要一致，同心唔代表步伐一定要一樣，而是指到這個方向是一致的。而係指到咧方向要係一致。所以在我們基督徒的群體裡面呢，所以喺我哋基督徒嘅群體裏邊咧，我們一定會有分歧的。我哋係一定會有分歧嘅。所以不會沒有分歧的，係唔會冇分歧㗎。而是在分歧的當中，而喺分歧嘅當中咧，我們知道我們有同一個目標的，我哋知道我哋有同一個目標，就是我們是向着神的，就係我哋係向住神嘅，我們是侍奉神、敬拜這位神的。我哋係侍奉神、敬拜呢位神，所以我們可以有不同的想法，所以我哋可以有唔同嘅諗法，有不同的意見，有唔同嘅意見，但是我們可以為着同一個福音的事工，我們的 passion 呢，我們心志是對齊的。但係我哋可以為住同一個嘅福音嘅事工，有呢一個 passion 咧係一致嘅。我記得在以前，我記得喺以前在大學的時候，喺大學嘅時候，我參與學園傳道會，我參與學園傳道會，為到校園的福音，大家一起禱告。為咗校園嘅福音，我哋一齊去到祈禱。我很感受到這一股同心合意的這一種心態。我感受到呢一股同心合意嘅心態，因為我們是來自不同地方大學的同學，因為我哋咧都係嚟自唔同大學嘅同學，我們會每星期都會聚在一個地方，我哋咧每一個星期咧都會聚集喺一個嘅地方，我們就會為到同一件事情去禱告，我哋咧就會為到同一件事去禱告，希望福音能夠在校園裡面復興，希望咧福音能夠喺校園裏邊復興，能夠遍佈把福音呢遍佈整個校園，能夠把福音咧遍佈整個嘅校園。雖然我們都來自不同的性格，雖然我哋都嚟自有唔同嘅性格，有不同年紀的人，有唔同年紀嘅人，大家學習的東西都不一樣，大家讀嘅科目都唔一樣，但是我們就是聚集在一起，但係我哋就係聚集埋一齊，為着不同的校園的福音去禱告，為着唔同嘅校園嘅福音去嘅事工去禱告。這個就是心志對齊的一個令我很有感動、很觸動的這個回憶。呢個就係一種心志對齊，令到我好感動嘅一種嘅禱告。所以同心合意、恆切禱告。所以同心合意、恆切禱告。第二個想說的就是恆切。第二個想講嘅就係恆切。恆切是什麼意思？恆切係咩意思咧？它不是一次性的熱心。佢唔係一啲一次性嘅熱心。等候不是一個情緒，而是一個操練嚟的。等候唔係一種情緒，而係一個操練嚟嘅。而且他們的在這裡說門徒的禱告是特別恆切。而佢哋呢度講到門徒嘅禱告咧係恆切嘅。在一切嘅事情上面呢，都是殷勤，還有堅忍。喺一切嘅事情上面都係殷勤同埋堅忍嘅。信徒是很久不放棄的禱告的。信徒咧都係恆久同埋唔放棄咁樣去禱告嘅。就算神還沒有答覆我們的禱告，就算神仲未答覆我哋嘅禱告，我們都堅持一直在等候，一直的堅持禱告。我哋都堅持嘅去到等候，堅持嘅去禱告。他們不是一時的熱心，佢哋唔係一時嘅熱心，而是在等候中堅持，而係喺等候裏邊堅持。而第三個就是順服。而第三點咧就係順服。這段經文也看到他們對神的順服。呢段經文咧亦都睇到佢哋對神嘅順服。他們沒有操控這個結果。佢哋冇操控呢個結果。禱告不是逼神去做事。禱告唔係去逼神去做嘢，而是讓神管理我們，而係讓神去管理我哋。這個同心合意和很久堅持呢，都是因為他們順服耶穌的命令所帶來的結果啦。
呢個同心合意同恆久堅持咧，都係因住佢哋信服耶穌嘅命令咧所帶嚟嘅結果嚟。因為耶穌命令他們不要離開耶路撒冷，因為耶穌命令佢哋唔好離開耶路撒冷，吩咐他們等候聖靈來到，吩咐佢哋等候聖靈來到，然後才能夠去見證、去工作。然後咧先可以去做見證、去工作。所以他們因着順服神的命令，所以咧佢哋因住順服神嘅命令，並沒有焦急的要用自己的意思去做任何的事情，並唔係咧要急住要去用自己嘅意思去做任何嘅嘢，而是等候聽候神的吩咐，而係等候聽神嘅吩咐。因此我們要怎麼去等候聖靈呢？因此我哋要點樣去到等候聖靈呢？我哋怎樣可以實踐出被聖靈管理的生命？我哋點樣可以實踐出被聖靈管理嘅生命呢？怎樣借着聖靈將福音傳到地極呢？點樣藉住聖靈將福音傳到地極呢？一切都是從禱告開始。一切咧都係從禱告開始。當然，這裡不是說我們只是禱告，什麼都不用做。當然呢度講緊嘅唔係我哋淨係祈禱就得，乜嘢都唔使做啦。我們不要只是抓住1章14節的最後這一句話。我哋咧唔好淨係捉住1章14節嗰個最後嘅一句。我們不用傳福音啦。我哋就唔使傳福音。我們同心來禱告就行啦。我哋淨係祈禱，同心祈禱就得啦。其實有一些的教會真的是帶着這個想法。其實真係有啲嘅教會咧會帶住呢種嘅諗法。他們不會出去傳福音的。佢哋唔會出去傳福音嘅。只是覺得禱告就行啦。淨係覺得咧祈禱就得㗎啦。有一些就會想，我們要推動差傳。有一啲咧又會諗到，我哋要推動差傳。但是我們先去禱告，好好的禱告。但我哋咧先去好好嘅祈禱。禱告了越長越好。禱告咧越長越好。其實他們是變成了用來逃避的借口啊。其實咧都係變成一種用嚟逃避嘅藉口。這裡不是說他們什麼都不做的。呢度唔係講佢哋乜嘢都唔做㗎。使徒行傳呢，也不是停在禱告的。使徒行傳咧都唔係停喺祈禱嘅。因為第2章，因為第2章，當聖靈降臨之後，當聖靈降臨之後，門徒就出去傳福音啦。門徒就出去傳福音啦。所以禱告是要讓我們將焦點放在神的國度裡面。所以禱告係要讓我哋嘅焦點放喺神嘅國裏邊，是為了去調教我們的焦點，係為咗咧要幫我哋調教我哋嘅焦點，讓我們的生命能夠跟神有連結，使到我哋嘅生命咧能夠同神有連結，有這個復活的生命，有呢個復活嘅生命，使我們可以順服聖靈的帶領，使到我哋可以順服聖靈嘅帶領。縱然可能這個方向不是我們所想的，雖然有時候可能呢個方向咧唔係我哋所諗嘅，但是我們知道是神的心意的時候，但當我哋知道呢個係神嘅心意嘅時候，你也願意順服神的帶領，去行在神的心意還有計劃當中，你都會順服住神嘅帶領，跟住佢嘅計劃，走喺佢計劃當中。禱告不是逃避行動，禱告唔係要去逃避行動，而是讓我們能夠對準神的國，而係讓我哋能夠對準神嘅國，學習順服聖靈的帶領，學習去順服聖靈嘅帶領。所以新一年呢？所以新一年呢的操練就是嘅操練咧，就係我們先一起禱告，我哋先一齊去到禱告，先對準神的心意，先對準神嘅心意。這裡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呢度仲有一個係好重要嘅，門徒並不是各自回家等候啊，門徒咧並唔係各自咁樣回家等候嘅，也不是各自回家了就禱告靈修是一個人的事，亦都唔係咧各自回家去到靈修自己做自己嘅事嘅，而是大家同心合意，而係大家同心合意聚在一起，聚集埋一齊，恆切禱告，恆切禱告，在聖靈降臨之前，喺聖靈降臨之前，在教會事工正式開展之前，喺教會嘅事工正式開展之前，神先建立的，神先建立嘅，不是一個計劃，唔係一個計劃，而是一個願意禱告的群體，而係一個願意禱告嘅群體。所以弟兄姐妹，所以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裡面，喺新嘅一年裏邊，我真心希望
我真心希望我們不只是計劃教會的事工，我哋唔係淨係計劃教會嘅事工，不只是列出我們的目標，還有時間表，唔係淨係列出我哋嘅目標、我哋嘅時間表，而是在每一次小組、每一次會議、每一個決定之前，而喺每一次嘅小組、每一次嘅會議，甚至每一個決策之前，我們能不能夠一起的跪下來，一同的禱告呢？我哋可唔可以一齊跪低落嚟一同嘅禱告呢？我記得我們教會在開佈道會的會議的時候，我記得咧，我哋自己嘅教會喺開佈道會嘅會議嘅時候咧，帶領的那個姐妹呢，帶領嘅嗰位姊妹咧，有一天就邀請我們，有一日咧就邀請我哋每一次禱告之前，每一次禱告，每一次開會之前，每一次開會之前，我們都用30分鐘，我哋都用30分鐘，調一個鬧鐘，校定一個鬧鐘，然後一起就跪在圍着一起跪禱，然後咧就圍一個圈咧，圍埋一齊去到跪禱。我們不會說什麼的禱告事情呢，我哋唔會講啲乜嘢禱告事項嘅，而是呢，我們想到還沒有信主的朋友，我們就開口的，有感動的開口就禱告。我哋咧係會按我哋嘅感動咧去諗起一啲未信主嘅朋友咧，就開口為佢祈禱噶啦。我覺得每一次我們這樣的時間是我們最珍惜的。我覺得每一次咁樣嘅禱告嘅時間咧，都係我哋最好真實嘅。很珍惜這段的時間。好珍惜呢一段嘅時間嘅。所以在教會有所有的計劃會議之前，所以咧喺教會所有嘅計劃會議之前咧，如果有一個機會，如果有呢個機會，能夠跟同工執事一起有一個禱告退休會，一齊咧都有一個機會一齊同同工同埋執事咧有一個禱告嘅退休會。這樣是一個很好的操練。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操練，是為了讓我們能夠回到神的面前，係為咗咧能夠讓我哋再次回到神嘅面前，能夠打開我們的眼界，能夠打開我哋嘅眼界，為教會、為教會、為同工、為同工、為世界、為世界同心的禱告，同心嘅禱告。這些禱告的操練呢？呢啲禱告嘅操練咧，不單單好像就是彼此分享大家的需要，唔係單單咧，好似我哋彼此淨係分享自己嘅需要咁樣，而是透過這個禱告操練，把我們的眼光拉闊一點，而係咧透過呢啲禱告嘅操練咧，將我哋嘅眼光拉闊一啲，為教會、為教會、為教會的牧者、為教會嘅牧者、為這個破碎的世界禱告，為呢個破碎嘅世界去禱告。所以我很想呢，就是在新的一年開始之前呢，所以我好想咧喺新嘅一年開始之先咧，我們都學習去操練為教會禱告。我哋都學習一齊去為教會禱告。有很多教會的復興啊，有好多教會嘅復興，之前也是從禱告開始的。復興之前咧，都係由禱告開始嘅。有時候可能我們不知道怎樣去禱告啊。有時候可能我哋都會講，我哋唔知道點樣祈禱喎。特別係為教會，我們不知道教會的需要。特別係為教會祈禱，我哋可能唔知道教會嘅需要。但是我們也是可以在新的一年去學習用一些很簡單的話語為教會禱告。但係咧，我哋都可以喺新嘅一年咧去學習用一啲簡單嘅言語去到説話，去到為教會禱告。因為當我們越去操練的時候，你越會怎樣去禱告。因為咧，當我哋越去操練嘅時候咧，我哋就越會曉得點樣去禱告。然後我們就越能夠同心合意的恆切禱告啦。然後咧，我哋就越能夠同心合意嘅去到禱告。所以現在呢，我就會有5個部分。所以咧，我而家會分5個嘅部分。就是一段很小的文字啦。就係一段好少嘅文字啦。我會放映在 PowerPoint 上面。我咧會喺PowerPoint 上面放映。然後我們一起的來讀出這5個部分的禱告。然後咧，我哋一齊去讀出呢5個部分嘅禱告。就是用我們的言語。就係用我哋自己嘅言語。來一同的同心的禱告。嚟到一同心咁樣去禱告。
我们可能不知道怎麼禱告啊，我哋可能會唔知道點樣祈禱啦。但是我們就是跟着這個翻譯出來的文字，一個就是我們的禱文。我哋咧就跟住呢個放出嚟嘅文字咧，去到讀就係我哋嘅禱文啦。那現在我們就不會有翻譯啦。等一下我們禱告的時候呢，你就用你自己的言語。呢個時候咧，我哋就唔會有翻譯噶啦。等一陣間去讀嘅時候咧，你就用你自己嘅言語，一起的同心的禱告，一齊嘅同心去禱告。第一個部分呢，就是為自己的心等候神。第一個部分係為自己嘅心去等候神。我們一起來讀出畫面上面的文字，用你自己的言語也化成了我們的禱告。所以不是只是讀出來，而是我們用禱告的心一起來禱告。主啊，在你面前，我們承認，我們很多時候都很焦急，急着有方向，急着有答案，急着有成果。今天我們選擇停下來，求你安靜我們的心，叫我們學習等候你，信靠你。我們也為教會同心合意禱告。主啊，我們為教會禱告，不是求你先給我們更好的計劃，而是先塑造我們成為合你心意的群體。求你使我們在真理中合一，在愛中同行，靠你而活。我們也為牧者和領袖禱告。我們一起來讀。主啊，我們為教會的牧者和領袖禱告。你知道他們的重擔與需要，求你賜下智慧與力量，更新他們的心，使他們先在你面前等候，再帶領我們前行。我們也為世界和破碎的地方禱告。我們一起來讀出。主啊，我們為這破碎的世界禱告，為戰爭中的地方，為受傷的人，為仍然充滿不公義的角落，求你施行憐憫，帶來和平，使你成為教會的光，也使教會成為你的光。也為新一年獻上等候與順服，為我們自己禱告。我們一起來讀出。主啊，在新一年裡，在任何事工和決定之前，叫我們先一起禱告，不是焦急行動，而是等候你；不是依靠自己，而是順服聖靈。願我們成為同心合意、恆切禱告的群體，求在你的時間裡面被你差遣，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祈禱，阿們。最後總結，給新一年有3個先。最後總結咧，新一年有3個嘅先，就是在動盪中，就係喺動盪中先等候，先等候；在計劃前，喺計劃前咧，先禱告；先禱告；在行動前，喺行動前咧，先同心。先同心。願主賜福大家。願主賜福大家。今天講到這裡啦。今天嘅講道到呢一度為止。